梅花品种超过300种，生长习性各不同。寒冬中靠着运气寻到红梅一朵，另一头的白梅早已枝头绽放。你再闻闻看，有吗？这尤其这个不下雨的话，它现在里面是水分，对，甘梅醉，所以它香味不出来。没有的话，它太漂亮太香了。恨不得一口气讲完这里40多个梅花品种不同的美。被称为梅花达人的李锦昌真的很在意大家对国花的误解。在北京本来没有梅花，因为冷死掉了，太冷零下20几度，梅花会死掉，也开不出来啊。以前大家都说啊，梅花越冷越开花，来这里才知道不是这样。对，就梅花有时候是太热也开不出来，太冷有时候也开不出来。可是今天真的好冷，天是寒冷哦，看我穿这样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寒流来耶。寒流来了，这几天寒流，这里大概几度现在？5杯8度到9度，8、9度而已。对。对梅花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感，因为梅花强韧的生命力呼应了客家人坚韧的个性。一个人要像梅花是可以傲骨，不能傲气。一个人爱傲气，那就会失败。以弥补不足的心态来养梅，还考据到乾隆皇以梅花、佛手和松子冲泡3清茶，吸引故宫博物院来请益，同时受到了对岸的关注，请他当顾问辅导种植。李锦昌的梅花世界现在跨过了海的那一边。大家都会说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但来到这里，我们才学到，原来太冷，梅花不一定开，而且它的确是有非常淡雅的香气。它是我们的国花，但是您真的了解它、看过、近距离的欣赏吗？李锦昌用他的用心，在这座梅园静待有缘人。天是寒冷哦，寒流來耶！天是寒冷哦，寒流來耶！